听众亲，咱若拄着塞车时，但愿讲咱会使较有耐心咧来关心演艺界的消息。经典的武侠电影《独臂刀王》的主角王羽，伊捌中风2摆，经过2摆手术，今日早起因查某囝王新平伫面册证实讲，王羽伫台北进行病院过身，享受80岁。 演出就是经典武侠电影《独臂刀王》真情的男星王羽，今仔日透早过身，查某囝王兴平嘛伫面册证实这个消息。朴爸爸少年的相片，而且写阮敬爱老爸王羽先生，伫经过6年破病了后，伫4月初5透早台北进行病院安详过身，享受80岁。来看伊的一生，1943年出世，1964年演香港武侠电影，了后开始王羽的演艺路。伫1967年演《独臂刀》穿起来，电影单超过50年，得到真侪奖。2019年得到金马奖终身成就奖。伫2011年，和同款是武打名称的金子丹金城武演电影武侠，不过也争议嘛袂少。白先生就跟我说，这个人是我们国家的叛徒，那么现在人躲到海外了啊，政府是没有办法引渡回来。 你是不是你国外的关系看看能怎么处理？家己讲捌，互国民党中路委托甲前民进党主席柯信良处理掉。嘛捌伫1981年1月初10的天都餐厅事件，轰破7度重伤。不管是伫戏内戏外，个性拢真海派王羽。80年的人生正式结束，敢若剩独臂刀王真有正义感的形象，会一直留伫迷众的心内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